后礼拜一就要来过中秋啊，袂少人呢是会买两人酥来送人。伫彰化市有一间两人酥店，并啊中秋的时阵，这人客就安尼插，甚至有人是透暝就来排队，结果嘛出现一寡排队的乱象，毋但是影响到交通，这附近店头甲徛家嘛真歹出入。天才拍补光，路下就出现济排队的人阵，拢是为着要买两人酥。大家透暝排队，现场状况嘛真混乱，有人用椅仔占位，甚至阁有人插队。小姐，我们都是11点半多来的，还有2点多、3点多，还有阿北是10点多来的哦。你要不要想清楚？你7点多才来哦，你确定你不走？彰化市一间两人酥店生意真好，为着应付中秋订单，店头为9月14到10月初2暂停营业，初3开放现场买卖。车路边排队的人热长，毋但影响交通，附近店头甲住户嘛拢真歹出入。嘛是有影响啊，店门口口就拢有排队，出入较无方便吼。看到蛮多老人家带着椅子坐在那边，我也觉得蛮危险的。坐着没有，可能视线比较低，开车的可能会没有注意到。然后这边蛮多公车跟大车在跑的，也蛮危险的。面对济排队人阵影响交通，警察局表示会加强巡逻，而且要求店头爱做好排队管理。辖区排队名店不二坊蛋黄酥于中秋节前夕采买人潮络绎不绝，造成大排长龙。本所与编排巡逻同仁前往周边加强交通疏导，违规停车取缔及劝导排队民众注意安全。警察表示，已经加派卡手伫现场巡逻管制，呼吁民众排队嘛是爱守规矩，千万唔通乌白停车占用车路，则袂两人数也袂买到，等到因为违规先来食罚单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